好，又嚟到小師妹講馬，我係阿包。大家好，我係子華，有同大家講講嚟緊星期三啊25號嘅賽事啊，谷草嘅心水啦。師妹剛剛打比賽日咧，我哋啲 tips 都還可以啦，叫做係咪啊？係啊，因為我哋睇比賽好似八路金剛真係衝得好勁啊！係啦，咁啊冇辦法啦，我哋貼數字天文膽都跑第2啊，八路金剛都有貼到腳啊，條 Q 都中嘅。不過咁啦，嗰場賽事咪嗰場1800嘅翻版咯，4隻馬一樣咁翻嚟啦都。不過我博啲幸運派賽，其實大家留意下咧，跑第6嘅咋，都追得好近翻嚟。咁睇下啲馬會啱翻啲咩路程啦。其實呢場賽事好多馬夾硬跑啊，明顯到即係例如一定超啊，跟住好多馬其實都亂嚟，會當零啊嗰啲咁樣。咁啊，所以咧跑翻啲啱嘅路程咧，有截然不同嘅表現㗎。我相信八路金剛都唔會跑翻2000啦，廖康明都講話唔會跑2000啊，跑翻1600就會比較好啲啦。咁啊，當然啦，有時係催谷呢一場嘅賽事，會唔會用力更加多咧？咁啊唔知嘅，但係我覺得數字天文都跑得真係好好咯，跑啱晒。梁家俊都話 no excuse 啊，冇藉口啊呢場賽事。咁我都覺得佢冇跑錯嘅都。不過相比下，你睇小鳥天堂嘅發揮，都真係天堂級發揮嚟嘅真係。不過嗰個騎師大家都預咗啦，我仲記得啊1600嗰場大家都仲話啊幾好啊咁樣。咁結果原來大勝真係講得啱，失咗。幫到佢得，咁結果大勝真係啱啦，係咪先？1800嗰場唔得，2000嗰場更加唔得。咁當然啦，都係啲弱勢馬房嚟嘅，都冇辦法啦。咁睇下小鳥天堂會唔會縮翻啲程去跑啦？一定要縮程啦，我相信都會。咁樣都臨場，估唔到都大熱門，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嘅，係咪先？咁所以都奇奇怪怪。不過唔緊要啦，翻返嚟谷草嘅賽事咧，變相咧。又真係複雜咗啲咯喎，又係咁結果其實我睇落去9場賽事咧，其實有啲係強組啦，有啲係弱組弱到不得了嘅，又係啲典型嗰啲咧，又要靠嗰啲咧場地咧幫手嗰啲先贏到馬嘅。最緊要一樣嘢啦，睇翻個場地啦，近排啲場地真係好誇張。講翻沙田嗰次賽事，琴日嘅賽事咧，石頭地嚟嘅，基本上都冇乜點追，咁光快嘛。咁啊睇下谷草賽事有冇得冚下啦，或者內欄會唔會好似嗰日嘅沙田咁樣不利咧？咁呢啲又要睇喎，所以臨場咧好重要，不妨頭2場賽事咧等等先，睇睇個場地狀態點樣先啦。咁啊有時候都係要睇一睇㗎啦，冇辦法，馬嘅實力差唔多嘅啫，但係走錯條跑線咧截然不同。呢個就係香港跑馬嘅特色嚟嘅，唔知點解好特別嘅。不過唔緊要啦，睇下今次我哋介紹咩重心賽事俾大家啦。咁啊，希望大家啦免費訂閱我哋 channel 啦，like 我哋影片啦，同埋 share 俾朋友仔睇啦。亦都可以睇埋進馬優選嘅節目啦，同埋我嘅子華加馬有啲初步重心馬推介俾大家。中對於冷門㗎勁進王者啊，咁跑第3都40幾蚊 pace 啊，都幾好分嘅。睇下呢個節目咧，幫唔幫到大家貼啲冷嘢啦。咁我哋小師妹咧都有1分鐘嘅講馬片段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啊！冇錯，記得支持下小師妹啊！上次貼咗偽金主啊，咁偽金主田克安發揮簡直係120% 垃圾啊！可以咁講真係，真係谷鬼氣啊！講真都，不過算啦，馬啊真係落晒飛啊！基本上個騎師都跑盡嘅，但係你話啲走位啊嗰啲。其他人會好過佢好多咯，相信都好啦。咁啊，直接嚟介紹心水。不過講心水之前咧，講講場地資料先啊，師妹。3月25號星期3嘅賽事咧，一共有9場嘅，首場開跑時間係晚上嘅6點40分，場地咧喺跑馬地，賽道係 B 賽道，停賽騎師係冇嘅。係啦，今次 B 跑道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喎，嚇。事不宜遲，第一場賽事推介，揀咗第3場喎，4班嘅1200米。呢場賽事咧都有啲近排都跑得幾好嘅馬喺度嘅。咁啊，師妹做咩馬？我今次心水咧2號嘅金髮盛世，上次512場次咧發揮得好好嘅，只係輸俾2隻後上馬嘅頸位。今次執翻個1檔跑法機動啦，可以守翻個好威跑嘅。咁喺4班谷草啦，絕對有分數之利㗎，值得揸膽。冇錯啦，咁啊師妹唔知咪上次睇咗我加碼節目，我就係貼你金髮盛世上次都。咁啊貼佢還貼佢啦，跑第3。老實講打晒衝鋒啦，衝落去爭少少嘅啫，你見佢都。咁啊開始你留意下年紀啊。8歲啊，大哥已經都勝咗一樣嘢，出閘卜一聲出閘擺喺前面嘅，可以都跑法好機動噶，抌喺前面自己放 OK 嘅呢匹馬都留住少少追亦都得，不過你唔好話太後啦，出閘嗰下好睇嘅，好關鍵咁。呢一馬咧，其實阿貴福特接手咧，相信都諗住幫佢交代一場嘅頭馬嘅，由71分減到落嚟，而家59分啦，咁啊上唔翻3班啦，卡住咗喺度啦，59分都盡量用啦，抽埋個靚檔。呢馬房咧，即係呢啲老馬。唔會話咩玩嘢嘅，相信都趁用嘅，盡量用啦。係驚佢一檔識唔識移出嚟啫，騎師都識搏命嘅話，識移出嚟咯，值得揸搭啦。呢隻金髮盛世。咁啊，拖翻3隻腳俾大家，先嚟緊咗5號嘅星運笑着。嗱，講真啦，諗過一刻嘅星運笑着咧，定係呢隻金髮盛世揸膽好啲咧？星運笑着咧，上次賽事咧507場次啊，賭到幾多錢啊？22蚊開跑啊，結果點解跑得咁差？跑到第3啫喎，都但係甩開咗後邊嗰啲馬噶啦，已經都咁當然係嗰啲咩莊家班啊、爆竹啊嗰啲都未有咩能力嗰啲馬啦。
但係一樣嘢西追埋入邊嘅，入邊咧嗰日當日咧非常之不利嘅。咁好明顯咧，就係因為嗰個不利地嘅關係咧，佢輸咗，亦都追唔近前邊啲馬咁解嘅啫。今次會唔會再有不利地咧？真係唔知。狀態依然堅定嘅呢位星雲笑着都谷草千二啱佢啦，呢匹馬都繼續奧爾文執韁，我相信方家柏對佢嚟講應該都冇乜問題啊，係咪先？只係蝕咗個不利地啫。今次賽事收個4檔咧，走到個3位嘅呢匹星雲笑着都咁，所以我覺得呢匹星雲笑着咧值得大家咧腳繼續攬住佢咁樣啦。另外啦，6號嘅比特星啦，其實呢匹比特星咧冇嘢叻嘅啫，講真都幾場賽事轉咗賀型之後咧，你見到咧，哇成日跑啲第2啊、第3啊，潘頓又跑過，黃寶妮又跑過，係咁上下啫。能力係咁上下咯，證明咗。咁上季喺五彭志贏嗰場賽事114磅，揾埋黃志宏減磅啦，都已經都幫晒佢啦，呢匹馬都。咁結果而家個分都交咗上嚟之後咧，好似有啲棘住咗佢咁樣咯。咁所以馬房都決定，揾翻阿妹出嚟啦，夾翻阿妹嗰個時間咁啱減7磅嘅，成件事都着數嘅，冇跑法㗎啦，揼喺前面走啫，睇得到唔到咁解嘅啫。如果場地 keep 住咁光快嘅時候，佢咪可以賺到咯。咁當然呢場賽事仲有啲咩可靠大師啊？好多利高可能都會走嘅，睇形勢際遇啦。始終我覺得比亞星個磅咧輕嘅都，咁啊睇一睇佢點樣走咯。呢匹馬腳要住佢。另外湯隻懶少少，我諗呢匹馬真係幾難下㗎啦。12啊跑得好快，其實呢匹馬咧我曾幾何時都貼過自己都，結果場場都跑到一劈嘢咁樣嘅。最叻個鋪咧430場次，咁嗰場賽事咧其實都蝕得幾緊要嘅都，留喺後邊追上嚟咗第3。咁啊都唔算話咩好有能力啦，因為咧精彩進帳嗰啲上到3班咧，都好似贏咗 win 之後都仲卡咗喺度嘅，都企咗喺度嘅，都嚟冠星啱啱跑啦，又麻麻地咁樣啦。咁所以個第3咧，可能水準未必咁高，但係喺呢組賽事嚟講，以後上嚟講咧，佢夠揼噶啦。只要啱啱好似我咁講，喂形勢就到，步速快嘅，係咪冚到上嚟咯？41分加翻個 PC2上去，咁呢匹馬其實我覺得佢其實搞來搞去，但係啲配備上嘅轉變咧多鬼餘嘅，講真都搞來搞去都咁差啦，講真黎招星咯，係咪先？咁倒不如點解唔係好似上名嗰場賽事就咁綁個你咪算咯，係咪先？咁今次加個 PC2有啲不明嘅，但係曾幾何時見佢一開頭已經嗰陣黎招星都用嗰個 PC 啊幫佢都，咁可能覺得係好嘅配備，去到依家嘅時候咧呢個歲數咧。俾啲新鮮感去咯，呢啲馬有權輸到離行離辣㗎，但係正咗一樣嘢咯，夠冷㗎嘛，係咪先？所以腳嘅話拖住呢隻12號嘅跑得好快啦，因為我哋求嗰3隻馬理論上應該大家正選嚟嘅都係12號跑得好快咧，呢隻冷門馬賺到披繩嘅話可以冚到上嚟，所以呢場馬就係咁樣啦。師妹又做幾日咯？仲結翻今場賽事，我會揀2號嘅金髮盛世做膽，腳咧會揀5號嘅星雲笑着、6號嘅比特星同埋12號嘅跑得好快。O.K. 嚟第2場重心推介，搞第4場嘅賽事喎，4班1650呢場賽事強手林立嘅，我自己覺得都亦都好多路程專家。師妹追乜馬？今次我心水4號嘅康昌之星，咁上次508場次入直路行入咗不利之地啊，結果影響咗表現。今次賽事啦，最緊要就執翻啲好啲嘅檔位嘅，咁早段啦唔使咁慢嘅，有利發揮，值得揸膽嘅。係啦，不過康昌之星咧，其實咧真係叫做咧今季咧長期都係10倍樓下嘅馬嚟嘅，場場都熱㗎啦，咁啊贏咗1 win 咁大把嘅啫。咁嗰場賽事後上個姿態好犀利嘅，咁之後2場賽事咧，一嚟係蝕步速，一嚟又好似上次阿師妹咁講。嗰場508場次啊，不利地咧擺到明都係咪先？走咗入去大佬係咪先啊？起碼出邊4碟嘅沿途4碟照贏喎，八心之星兜出佢，大數據兜出佢，全部兜晒出佢嘅，得佢隻戇夸夸喺入邊嘅啫。咁啊好明顯就蝕咗不利地啦。其實呢匹馬我覺得4班仲有能力可以跑嘅，唔使睇佢個磅啊點樣㗎啦，都已經到132磅。咁主對手咪一樣重磅，講真係咪先？咁啊正頭正路走翻啲啱嘅地咧，呢匹馬咧。仲有得再上嘅，我覺得都即係唯一呢組賽事，我覺得可以再上嘅馬都係數1數2都係佢咁樣啦。希望個位咧唔好留得咁後啦。霍雲星跑好多次嘅，匹馬都索晒路㗎啦，揸膽啦。講翻3隻佢俾大家，先嚟1號本領非凡啊！咁上次咧其實爭少少贏啦，其實呢匹馬咧。聽羅富全講，其實之前啲腳話係有啲事咁樣嘅，結果咧搞一大輪之後，今季咧開始表現就好翻啲啦。其實上次嘅賽事跑去2咧嗰場咧，再前一場啊409場次啊，其實追得好勁嘅嗰場賽事都，因為嗰場賽事咧好慢 pace 嘅，得佢就追翻上嚟第4啫，個個留意住佢啦。翠兒威威賺，哥倫布賺，徐元德星賺，得佢隻後上，哇如飛殺上幾勁！咁之後再搶一場賽事之後咧，跑到第2咁樣啦，咁正頭正路執咗個2檔。繼續揀咯，磅就重啲嘅啦，又要後追啊嘛，形勢上未必可能咁啱佢，但係腳嘅話唔反對，繼續要。
另外咧，我就會拖翻嗰隻2號嘅暴風之子啊。呢匹暴風之子咧，其實我自己都係一隻中意嘅馬嚟嘅。咁當然佢嚟到3班之後咧，企咗喺度，咁啊結果咪減分落翻班咯，係咪先啊？因為今季其實都跑得都密嘅，你見佢都68分起步啦，咁啊減下，而家減到57分啦。近排跑埋嗰啲咩1200泥地嗰啲啊，算鬼數啦，都係減分嘅大哥，係咪先？咁啊，其實睇翻佢咧4場次咧。其實嗰個第6名咧，其實都 OK 嘅。你起碼諗下嗰場賽事好實力啊，嗰啲其實有能力嘅3班都顏亮賓騰啊、勁好運啊、魅力之耀啊嗰啲，咁雙英雄有啲問題咁樣啦，爆笑咁樣啦。其實以佢嗰場賽事咁輕磅喺呢4班裏邊，其實咧。OK 嘅都已經落翻嚟到，咁嗰場仲要係3班賽事添。咁其實你留意下係好實力大開咗啫嘛，後邊一堆馬都係輸2個幾馬位，佢都係輸2個幾馬位。咁所以個第6名咧，大家唔使話，喂，好輸好遠喎咁樣，佢落翻嚟就自然不同啦。咁啊，操練見阿奧爾文啊上去擒翻上去啦。其實呢匹馬咧，曾幾何時咧一早係奧爾文贏嘅喺沙田嗰場賽事。咁上次賽事補出嚟嘅啫，跑得好密嘅，留翻住咁樣咯。今次賽事都擺喺前面走，一均速馬嚟嘅，呢啲馬都照要佢啦。腳嘅話唔反對，有賠率嘅呢場馬佢都。另外6號啊，爆出美麗，今場賽事大家咧高度留神呢匹馬。其實幾場賽事佢都係蝕啲形勢嘅。499場次咧嗰個第9名咧，其實都係唔錯嘅。咁嗰場賽事黃金騎士冚上嚟啦，8天財星嗰場賽事咧嘅臨尾咧，縱使落到57蚊都好啦，其實平排啊，同咩捷威啊、穿甲金鷹嗰啲。一落個勤，穿甲金鷹轉過嚟贏啦，捷威係嘛？咁啊，不過捷威其實我都覺得能力係唔錯嘅馬嚟嘅，成日大家都跟住佢啦，都已經都，甚至嗰組賽事啲睿智多寶琴日已經搞掂啦，都已經都。咁呢個第9名咧唔差嘅，我自己覺得都。咁啊，今次轉過嚟谷草，對手會比較弱少少啦，拜明呢場賽事都。咁啊，執咗個1檔，咁啊呢啲馬其實都肯交代嘅。曾幾何時你見佢都搏過第2啦，呢匹爆出美麗都，咁啊班德禮胯下咁跑咗場沙田1004咁樣衝上嚟個勢好好嘅。咁啊，被動少少咯，成日都要追咯。但係谷草能力，我覺得佢應該適應到嘅，因為見到上手馬房5棚子咧，有一場賽事都係報場2200嘅喺呢個谷草度。咁結果告東尼接手之後，不嬲都跑沙田啦，咁樣忽然翻嚟跑馬地咧，應該有啲諗法嘅，對手比較弱啲。咁啊呢匹嘅爆出美麗咧，呢場賽事值得諗佢啦。咁啊，師妹又總有呢場賽事喎。仲見翻今場賽事啦，會揀4號嘅康昌之星做膽，腳咧會揀1號嘅本領非凡、2號嘅暴風之子同埋6號嘅爆出美麗。O.K. 嚟嘅第3場重心推介，第7場我4班嘅1200米同大家傾傾。師妹做乜馬？今場我心水1號嘅維港激流，咁今季落翻4班都有好表現嘅，例衝一段好嘅啦。咁上次咧都係輸俾今季嘅3 Win 棒堂都算係相當唔錯噶啦。今次抽翻個3檔算係相當好跑啦，值得再揸膽噶。係啦，不過維港激流咧，你好明顯見到分60分，其實可以跑3班。咁馬房都決定咧跑翻場4班嘅，咁恰下啲對手啦。其實呢組賽事裏邊咧，唔係特別強嘅，講真都，你唔揀踏雪尋梅，唔揀佢嘅話，仲揀咩馬咧？係咪先？咁換咗梁家俊同5彭士其實都 OK 嘅，呢匹馬都，但係驚一樣嘢啫，會唔會搏密咗少少咧？咁樣咁啊，執咗個好檔，眼翻前啲，唔使咁被動嘅，我覺得呢匹馬咧應該 OK 嘅。咁所以咧，匹1號嘅維港激流咧，值得揸膽。咁拖翻3隻佢俾大家啦，先揀咗2號啊。踏雪尋梅啊！咁上次贏得好出色㗎啦，咁翻嚟快活谷好明顯係啱佢多啲啦。咁當然上場賽事490場次，無疑上咧跑到一絕咁靚嘅，大開日遲千里啊嗰啲咁樣，後邊嗰堆基本上你唔會揀嘅，講真都咩加冠王啊嗰堆馬喺度嘅都，即係後邊都對手係比較弱少少咁樣嘅。咁變相佢咪做到個時間啊，或者做到嗰個馬位冇出色咁樣咯。但係今次唔好忘記134磅11檔，唔知得唔得㗎？速勢話佢可以冚到埋嚟嘅，咁啊睇得唔得啦？咁啊腳嘅話我唔反對，繼續要啦。咁另外咧想揀埋嗰隻咧3號嘅日遲千里啦，咁啊冇嘢好揀嘅啫。呢啲馬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嘅，講真都獨孤一味抌喺前邊走嘅啫。呢啲馬我自己最唔中意呢啲馬，我寧願中意買啲後上馬嘅。咁啊因為即係刺激感嘅問題啦。咁二嚟其實我覺得呢啲均速馬咧成日都係俾人過嘅，佢都甚至贏嗰陣咧其實都贏得好敏碎嘅。咁勝咗一樣嘢嘅啫，佢就係主動跑法。抌喺前面就有谷草，咁啊谷草就啱呢啲馬咯，狀態比上次好嘅呢匹馬都，咁值得啊繼續要啦呢匹馬都。咁另外咧揀多隻冷少少嘅，不妨大家可以試一試啊！我喺5同8之間揀嘅，我揀咗8，最後星神千歲。今次賽事加咗個眼罩俾佢嘅，咁上次450場次咧
無端端嘅報場1400咩黐線嘅係咪先？咁24倍啊，完全冇飛啦，即係攞嚟減分啦，係咪先？咁唔知做乜嘢報場14嘅？呢匹馬咧個扣急㗎，你會見到都397場次其實都跑得都幾啱㗎。奧爾文跑嘅嗰場賽事都咁結果都係輸俾跨境駿馬超拍檔嗰啲半個馬位到啦。咁唔算話特別出色嘅，因為你見到跨境駿馬再出咧都麻麻地。超百檔更加唔使講啦，都係麻麻地嘅啫，都係嘛？咁所以我第三係咪必要放咁大咧？咁啊，但係我睇翻一早咧季初啊，145場次嘅第三咧，輸2個馬位嗰場賽事都飛幾勁嘅。咁你諗下啦，當家精彩、幸運愉快係嘛？嗰啲馬嚟嘅，咁佢當然佢拍得住啲金鋒萬里啊、星之源啊嗰啲馬，唔算特別強嘅。始終一樣嘢咯，谷草能力我相信係遠勝過沙田能力嘅，亦都唔叻嘅匹馬咯。咁今次加咗個眼罩之後咧，仲見佢試咗課閘嘅喎，咁贏嗰課閘，但係擋喺前邊，跑法真係有啲不明。講真都，佢究竟留住衝啊，定係擺喺前面放咧？唔知道，臨場要睇飛啦。但係呢匹馬好明顯，奧爾文都幾有心機跑嘅，我見到佢都試閘佢自己試啦，草閘亦都自己試啦。咁21號再落貨快跳都係佢自己試嘅，試好多貨啦，都已經都。咁呢啲馬，我覺得今場賽事係有備而嚟嘅，冷門咪值得試一試咯。呢啲馬都，因為你維港激流啊、踏雪尋梅啊、日遲千里啲馬一定佔起晒啲飛，變相7檔嘅星辰千歲咧，應該有翻啲賠率俾大家嘅。咁所以呢場賽事就咁決定啦。OK， 師妹總結呢場賽事嘅話，總結翻今場賽事啦，我會揀1號嘅維港激流做膽，腳咧會揀2號嘅踏雪尋梅、3號嘅日遲千里同埋8號嘅星辰千歲。好啦，咁啊3場賽事又講完咯。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影片嘅話咧，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 comment 我哋條片同埋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